拉姆納拉揚拉姆，這個世界上應當有一部憲法使所有人都能夠和諧共處，不同宗教和種姓的人都應被平等對待，不應有種姓信仰或社會地位的歧視。我們為什麼不向大自然學習這些道理？為什麼不制定一部像自然一樣的憲法，在自然中晝夜按既定的規律交替，太陽、月亮和星星按照固定的系統運行？為什麼這樣的自然法則不能被應用到我們的社會中？我們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問題所困擾，但解決方案其實已經存在於我們內心中。那我們為什麼不付諸行動呢？每個人都知道，也都明白毀滅的原因是什麼。我們都是受過教育、有智慧、有意識的人。自然中存在的系統讓全世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坐下來思考與沉思，共同制定一部惠及所有人的自然憲法。在自然中並不存在擁有的概念，今天的憲法、政黨等等全是人造的，而所有人造的事物最終都將被從地球上清除。即使在今天，我也依然與大家一起行走，一起努力工作並謀生。我從未向任何人索要過錢。我有一個團隊，我們一起辛勤勞動養活自己。同樣地，每個人都應該發出統一的聲音。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必須歸還給我們。幾百萬年前，人類並沒有對任何事物擁有所有權。所有權是在人類的思想、智慧和思考變得過於複雜之後才出現的。要解決當今的問題，我們必須仰望天空，那上面正在發生什麼？那裏也有一部憲法，它是可見的，也是在與我們溝通的。所有這一切都是通過我們自身的內在智慧運作的。我們必須傾聽它、理解它，並在地球上加以實踐。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進行內省，傾聽內心並遵循內在的智慧。在人生的任何工作中，你的良知總會引導你走向正確的方向，因此你應當始終聆聽內心的聲音與智慧。在今天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在追尋幸福與平靜，為了獲得它，我們奔波各地，但我們忘記了真正的幸福與平靜其實就在我們內心。我們只需與拉姆納拉揚拉姆之名建立連接，那時你就會發現生命中真正的喜悅將多麼美好地向你展開。地球上人為創造的宗教都是一些人出於自私利益所設立的。有沒有哪個宗教領袖或靈性講述者在死後歸來關心你過得如何？如今地球上所謂被承認的400多個宗教，他們是從哪裏來的？每個人都在談論宗教，但什麼才是真正的宗教？什麼才是真正的經典？每個宗教都有他自己的經典，對印度教徒而言是博家梵歌和羅摩衍那，對穆斯林而言是古蘭經，對基督徒而言是聖經。然而人們之間始終對哪一本才是真正的經典感到困惑。每個人都作為人類誕生於這片大地上，但人類自己卻創造了無數宗教，把彼此分裂開來。如今每個人都被宗教的標籤束縛，只尋求自己的利益。但根據我們的偉大上師巴拉克布拉馬查理的教導，最偉大的宗教是天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從那裏起源的，而最偉大的經典就是拉姆納拉揚拉姆。這部經典的每一頁正是由宇宙中漫步的星辰與行星所展現的。這個星球上將近80億人的身體都是由這部經典拉姆納拉揚拉姆構成的，其中包含着5大元素。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必須與拉姆納拉揚拉姆之名建立連接，因為唯有拉姆納拉揚拉姆能夠為你複雜糾結的人生指引出正確的方向。當一個人與拉姆納拉揚拉姆連接時，他們便獲得了新的生命視覺，而這種新視覺將賦予我們新的能量，引導我們邁向成功的人生。